時間係一切嘅開始。西九高鐵藝文核心，受惠發展策略，坐擁世界級商業零售酒店配套，展現西南九龍無限潛力。漫步喺靈物路上，沿途係藝術，跨越西九藝文，延續海濱綠意，自然享受，沉醉於寧靜一刻，純粹專注當下平和，宏觀細想，將時間留俾重要嘅人。The Sterling 銳景，西南九龍京罕大型綜合發展項目矚目登場，琉璃湖線展現建築美學，晨曦迎接一日嘅序幕，擁抱和悅氛圍，為生活注入動力。精緻品味融入室內空間，一室光影醞釀日常，放慢生活步伐，每朝早都鬆容自在。傾聽悠揚嘅音樂旋律，閱讀字裏行間嘅靈感。日常節奏由自己掌握，坐擁3站之便，經南昌站、3站內更貫通鐵路8線，3站乘8線優勢，1站高鐵，3站世界，10分鐘生活圈，順達港九商業3大核心。體驗生活嘅寧靜與美好，投入逾17萬平方尺會所 Club Sterling 及園林，沉浸減壓浮力之中，無拘無束暢泳。書香氣息，啟迪潛能，栽培未來精英。記住漫遊之際，樹影風聲會引領步伐。午後嘅親子時間擴展至戶外，自然環繞，互動時光。憑藉卓越嘅零售消閒經驗，華潤萬象生活於香港開展首個商業項目，約10萬平方尺商業零售空間，建構區內嶄新購物及休閒地標，品味萬象色彩，生活由此展開。因為要同摯愛分享所愛，所以在乎日子，在乎時間，發掘多角度生活形式，用心感受生活每個瞬間，兼享繁華與靜物。西九盛與靜都會核心，盛景之巔，靜物之至。The Sterling 銳景。